大稻埕有230间百年老店，这大稻埕创意街区发展协会收集因的故事办展览，希望会当让民众了解到大稻埕历史。百年歌谣丢丢当啊，到当也是真侪人在传唱。伫大稻埕嘛有几6间百年老店，一代一代传承到今嘛。我在那天跟大家做交流的时候，他们听到啊，你们稻城还有20-30家100年跟近100年的这种店家，他们都是睁大眼睛，因为他们在很多的老城区，早就这样的100年早就不复存在。其中一间老店是大华行，100多年来为准公司变商店，卖的物件是百种。即马因做的家具袋啊，红到全世界，叫做台湾的 LV。在日据时代，外来语它是从为音译过来 ，GAD、GET、gadget， 你说查字典的话是小工具袋，因为迄个时大家阿公啦出去种田，还是做工课，对家时就用这大卡袋底。另外一间百年老店有记地行，过去主要外销台湾茶米到泰国等等的东南亚国家，外国人搁爱进行包装店馆创办人的相片。在我们4两包上面有印，等于是我曾祖父他的一个头像。那其实，在当时有点像是品质保证政治标记这种感觉，所以大家看到这一个头像就知道这个是我们有记出品的。大稻埕创意街区发展协会收集16间百年老店的故事，伫8月到12月展出，让大众了解大稻埕繁华的商业历史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